好，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啦。好啦，咁而喺呢一個帖撒羅尼迦佢呢一個即係呢個係嗰個架構咧，前後書嘅架構啊，有啲主題咧係前後書都有講嘅，有啲就冇啦咁樣嚇。好啦，而其中一點咧就係傳福音啦嚇。咁咧傳福音咧其實需要幾件事嘅，即係包括係言語啦，活出生命嘅改變啦，同埋呢個神蹟奇事。咁而咧魔鬼咧好即係常用嘅伎倆咧，就係先攻擊咧嗰個講信息嘅人嘅人格係咪啊？咁原來咧話喺呢一個帖撒羅尼迦呢個前後書咧都有講到咧9項嘅控罪啊，即係話阿保羅咁樣嚇。跟住先再攻擊咧保羅所講嘅福音，因為其實保羅傳講嘅福音係好有能力啊嘛。咁樣要即係咧佢哋唔會喺攻擊嗰個人嘅語言先嘅，講嘅內容先，佢先攻擊嗰個人格先。咁跟住咧就保羅就請帖撒羅尼迦嘅即係弟兄姊妹啦，同埋上帝做見證，就逐一咧去反駁魔鬼嘅9項指控，為呢個福音咧就去辯護啦。咁我覺得我哋睇呢個書信咧就幾得意嘅，即係正如即係從阿大衛鮑森牧師嗰度學咧，其實就好似聽一個人講電話，咁即係話其實好似一個對話咁樣樣，但係我哋只能夠聽到一方面講嘢啦，跟住然之後就去估啊成個對話嘅內容究竟是什麼嘅，所以我哋就係聽到保羅佢點樣為自己辯護咧，咁我哋就知道咧魔鬼咧佢係喺度用其他嘅人咧去攻擊咗阿保羅嘅人格，同埋咧跟住就再攻擊佢嘅傳講嘅福音啦。